點解白冰、微尼耶呢啲咁樣嘅千萬級嘅網紅呢越更越少？點解雷軍、周鴻禕呢一啲咁樣嘅企業家呢，反而更加更新佢嘅短視頻呢？證明我哋又一次企喺呢個歷史嘅變革嘅潮頭上面啦。雷軍同埋佢嘅小米蘇七呢，曝光達到咗呢個80億次，累計呢交付咗30萬台車。呢一個絕對唔係靠一己之力網紅就可以做到嘅數據。個人創作者靠流量曝光賺廣告費嘅時代呢，已經結束咗啦。網紅已死，短視頻正往呢個老闆 IP、企業家 IP 呢全鏈路營銷生態嘅變化。好消息係直播間靠網紅嘅財富神話呢已經結束啦，標誌住短視頻野蠻成長嘅階段結束，正係往呢個市場規範化運營上面去轉型。當各個直播間只打最低價、最內卷嘅時代結束，回復翻正常市場嘅好品質、好服務嘅生意呢，慢慢開始成長翻出嚟。短視頻嘅下半場係所有實體老闆入場嘅最好時機。我哋拼嘅唔係熱鬧，拼嘅係真實社會裏邊嘅好服務、好口碑同埋好品質。因為短視頻嘅用戶呢已經差唔多有10億㗎啦，呢度就係一個普通真實嘅小社會。唔通呢個地方只有平嘢流嘢？唔通就冇好嘢同埋可以復購嘅性價比高嘅嘢？冇可能嘅。所以之前嘅 K 型市場必然會被取締重建。同樣地，做內容都必然進行變化。以前只係教你做2秒跳出、5秒完播啊，咩高字啊，咩呃人啊，咩套路啊，以前都係啱嘅。但係當下可能佢未夠好，因為呢啲全部只係術。未來所有嘅老闆、創始人都要好似我咁，將自己真誠嘅一面講出嚟，唔係僅僅靠套路，要將觀眾當成有血有肉嘅人，而唔係一堆嘅數字、一堆嘅技巧。呢一個就係做短視頻嘅道。點解以前短視頻嘅市場只能賣低價產品、劣質產品？係因為你哋用嘅都係術，因為你只覺得佢哋係數字、係流量，而唔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。你哋應該要用價值共鳴，吸引同頻嘅人，揾到自己真正嘅客群。